错风啊，心爱的眼睛，伊给你留起条街。天天加油不去铁架，感受都市各种的存在。兄弟的几行茶，最暖满意。脱下披衫的谁来爱去来比？铁掌门风势高涨海黑衣，敢拥有了爱情。红灯前停下了脚步，停下变你落落。用下等等抢等走戏，咱哋大家一样心情，路人甲伊行同样的路，伊卷世学生狠狠听念书，铁站摆下看无阳光的伊，爱依旧的天台。嘿，我爱一杯饮生你，我走上不你，让我思念色了满心，转眼后擦眼你，不用爱心事，告诉娘不知。用最自然的梦色。就还没过来啊！竟然摸handphone 嘞，你看莫挂。小乐，安念错，你要还讲小乐嘅 handphone 哦？唔系啦，哎呀，風雨那天啦，風雨那天，佢哋唔係有講快嘅咩？蠻好啊。无啦，行到吵得很较厉害啦。阿姊哦，草案不准嘞，看都算唔老高，硬变就变虚，海硬要算唔停。哎呦，安翠哥哦，真見冤枉來了。伢了都看定啊，看伢子啊哈，啊用脑下去啊，看哪样啦？阿添真嘅那一分數啊，都用手啊丟都冇冇子了，看定了。分數哦，安念數有安洋葱咩？我講伢子啊，個身體咪好乖乖啊，跟哪咩人咩？西方人也是結結啊，結結是會點多下。你講錯冇？哦，錯。哦，安洋數，安永賢講咗唔錯咧，衝啊，捱咗唔會安永賢傷啊。黑毛小了。爸，你要用讲阿姊啦，阿姊啦，听的事情莫管的啦，佮两啥的事情，佮两啥会结结啦。我本大咩人明？做阿文病啦。啊，凊彩來又講啊，忙啲，地下都落阿添침到，容易塌起來。安念數，呀，變到捱唔錯哦。錯啦，就恨你，唔恨起來嘅，給阿條妹妹談判，妹妹吵得很厲害，就會很給到分手給你啦。小樂，安念數，叫捱安念數。錯，就愛你。小樂，唔會先阿哥啊？阿哥係好意嘅，阿捱咩唔掂，事情會變到安尼啊！小樂，就恨你啦。先捱啦。小樂，阿文表，就是一，92，93，小倩，加一數，按叫你看睇咧。啊，超看得嘞。 97，对哦，發生乜嘢事情98，啊，冇事情哈，啊，捱住做運動啦。哦，係勢哦，我呀擋無閒啊，我會攞我嘅茶嗬，味下，嗬，我會送去面上幾片，啊，裝嚟了。小倩，先你去啦。哦，下班。好。誒，根本已經有冇人叫下來呢？哦，佢又回啦。又肥哦，佢也好，戀愛談到懂事嘛。不過，我遲到個安樣哦，冇佢叫就會有問題嘅。有問題？錯啊！佢哋學校經常會改變設計，上邊做呢只係蛇奶，仲要加種蛇梅呢。哦，
哦，怪唔得哦，佢上班来了，要穿插子，样的做衫，样的做嘛个造型，我知道佢哦，然后买甜美公主风，冇适合呢。没安样吃到哦。抽啊抽啊抽！好啊。因哦，去拼东西走上就会动呛送啊，顶多算是休闲个性美女。老你嘛改公主风哦，冇强用啦。还有哦，去见广告站海东南做，不过根本伊又做出去的啦。冇听错，佢做久了就会惯了啊。我知道，佢变到插子当红讲的 model， 佢咪当欢喜啊。什么人，乜你冇好讲？哦，两兄弟呢？谢谢啊，有空再来啊，谢谢。阿妹，我来啦。上個藝少嘅號咧，唔去結婚，好冇？哦。好咧。伊呐，你今日用轉身呢，要讓媽媽減半塊啊？冇啊，我行起捱啊。你係咪去約飛同佢先嚟欺負？冇啦，人哋都去看展覽啊，展覽看不了，都去吃點心，都準不看了。唔請伊約飛天，佢冇欺負你。冇啦，唔是少啦，我會保護我自家。阿妹，等你去了哦。哦。阿姨，我就來咯。啊，小姐，小姐來下，人講啊，知道已經變乖乖呢，當初本佢死嚟欺負呢。真緊哦。有機會啊，同阿妹記下，佢乜佢做人講啦。好，我係問清楚。今日老李介紹來出去，有見你想冇啊？哦，過馬路的時候有親一下。還有做別的事情嗎？別的事情啊？除了看展覽、吃點心，我們還有嘛個？去逛唱片行。你看，我還買了一個古典 CD 耶。這樣聽完了，我應該會變得更有氣質。你做乜沒按樣講話冇啊？咦，怎麼啦？哦對哦，我在幹嘛？哦，我今天假裝宅男女生太久了，一下子改不過來。哦，哦。今日真緊看收聽好，冇做別的事情。我那麼高貴的樣子，他哪敢啊？哦，該就好啦。你今日好搞冇啊？今天約會其實我覺得有點累耶，因為
我吃东西的时候就怕牙齿缝里面有卡东西啊。他讲笑话的时候不好笑的，我还是得陪笑，呵呵呵呵。就算真的好笑，我也不能笑大声。因为妹做唔是甲动员袂听咯。嘿哦，不过我觉得变漂亮之后，很多男生会注意我，也不错啊。都好啊。可是他说我今天笑容有点不太自然哎，可能迄个太紧张了啦。哎，小倩，你等下看哈，这样笑有气质吗？你是都做一个气质的淑女，你是甲放戏毛啊？我嘛唔知啊。那是上好，是讲见安样就唔幸嘅老人的啊。该你用话底，去你的男朋友中意的形意，也是那个气质娴熟的小公主啊。我知道你老人未懂得你啥啊。好啦，莫上安倒啦。拜日下到的功课记得写哦。我这里写信的。讲么呀吼？佮人家做大天啊，大个按多痛的咩？那看见阿甜啊吼，迄圣经啊，人费事离啦。你讲迄么？对啦。错啊，基因推请唔好切体啦。遐遐。错，我应该接起来再切脱。马上爱行。冇嘢啊，我会把意思咧，我意思係講哦，佢手機嘅響啊，要彈啊，係要彈啊。姐，你先莫客啦，身材讲嘛还没好啊。呀，做什么啦？怪我为什么不接电话？那你干嘛一直打？奇怪了。我要讲法哦，迄个 QQ 唔好诶。Q 咪，塔贝道理礼拜7月有真多人的后三批婚纱。就这是卡，基佬人哦，婚纱照不用伫个网络，小个演业美个风景啊，其他人看到就综合上爱来翕相啊。哦，安尼哦，停停几日了，真紧动起呢。仲爱水穿啊，练技术啦，下摆哦接新娘婚纱嘅 case 哦，几张好相哦。超美。明天学校见了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英英啊，
着假黑。没啦，刚刚是有沙子跑进我的眼睛了，他帮我吹掉。哦，那就是很了解吼。哎呦，你眼睛都唔知上到哪去的啦？对啦，是你们想歪了。好嘞啦，冇事嘞，嘿冇，安尼眼全部卡嘞哦。拜拜。哎呦，英英变到异乖呢。错啊，敢若打马改负性困快，那样去给马屁哦。呀，因为爱情的力量啊，莫面到今年哦，一谈恋爱，一下就变另外3年呢。老几生来朋友哦，看起来同好呢。个英英哦，想唔到，係個清朝的高手呢。错啊，贵公头过边一家，结果摕到俾伊家真优秀的妹子呢。细妹人哦，含迄爱温柔调的，装作的以柔克刚。馮姨姐啊，你做乜嘅啊？无啦，我刚好去市场买水果，看到阿婷皮肤开条条亮亮。啊，你有啥蛮好哦？现在内地嘛无法度改变事情啦，献出去甲贵公讲的。我唔知啊，老佮讲嘛甲，唔要就唔知。谈判建议，佢行讲的脾气坏，又工作狂，我印象深刻呢。哦，既来亲，就会爱老母鄙视你，面子爱本记啊。唔过我唔知啊，老佮讲嘛甲，我迄天啊约下出去哦，又会老佮严格啦。你阿娘做唔得啦，我老英英哦，好家己位长粗啦。老英好嘛甲？眼人替我硬出英英挂兼职朋友顺几阵啦，用眼去查一条刺。你嘅好精，唔惊本人看到啊？我身体啊，迄有剪到无啦，行喺我老英英睇出盆木做地都会啥的啦。反正我今日遛上你看起来感情很好哩。因你都生来朋友哦，几3年哦，变动多。系啊。开始恋爱以后，开始做群的啊，喊来俩做鸵鸟毛，看起来哦像公主样诶。唔拿公司啦，含做某界啊，拢真优，气质真优秀。还有陌生啊，看起来就纯洁可爱。这样你迄唔迄都中意安阳的什么呀？错啊，莫天师甲条宅男女神，特别敢付。哈，今仔承认阿婷的什么就迄安阳型的呢，讲法又强杀，等一下，吼。莫乱讲啊，人家会乱想啊，哈！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哦。其实我没想过呀，不过要变做宅男女神，对我来讲太难的啦。莫是有改啊。不过你看英英，佢邊度佢做一個人改變，
呀哈，唔免鼓励动幸福哦。错啊！若是咱如错咱家己的坚持吼，咱一定会为佮改变，搭几搁较爱咱一条啊！两家人相爱，搁较开一条，我记得。做事做事。上个一下，阿听味道啊，要改变动作啊，俺也好调到暗夜的分行去行迄来讲啊，当日大天发布啊，注意些东西，要人来先点好。系啊，按用相哦就错咧啊！两三年强下，就会爱多相哦，对方结好。按用上去了，俺创意太自私的吼。我相信，这家己爱用做。哎呦呦，哦，这当然不用亮。哎呦，哦，哎呀，哎呦，阿元叔，冤有头债有主啊！你要找别人，不要找我啊！就算真的找到我，有话好说啊，兄弟。是我啊，阿元叔。哎呦，阿田啊！哎呦，我笨学死啊！哎，扶我起来，扶我起来。哎呦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啊，那边坐一下。怎么了？人吓人会吓死人，你知道吗？哎呦，哦。啊？阿元叔。啊？什么事啊？我知道错了，我那一天不应该惹方瑜生气，他现在都不理我了，怎么办？哎呦，方瑜啊，他个性硬啊，也不能怪你啊啊！可是我打电话不接就算了，他现在我到处找都找不到他，学长看我这样子也不敢配枪给我，他怕我会想不开。可是我一想到方瑜，我就觉得好难过。哎呦，我那女儿啊，她的人啊就吃软不吃硬啊，你不能老是教训她，跟她讲道理啊，你要想办法去啊哈，感动她。感动她。嘿，那苦肉计有没有用啊？苦肉计，比方说呢？比方说，我站在你们家门口打自己的嘴巴，做浮力挺身、仰卧起坐、交互蹲跳，一直到他出来为止，这样会有效吗？罚站就好了。坐着说。可惜啊，最近天气好，没有下雨，没有就可以加分呢。阿元叔，为什么要下雨？让你看起来更可怜呐！你想想看，那个雨啊淋在你身上哦，全身衣服湿哒哒的哈，就粘在那个肌肉上面，把那结实的线条展现出来，不是很 good 吗？可是我看文炳也常常这样做，也没什么效果啊。哎呦，你掰到哪里去啊？文炳是文炳，你是你耶，不一样。听我的准没错，加油，孩子。谢谢阿元叔，我知道。我先走，加油。我的木头安样哦，都条谁哪都说细心啊，我就对着镜子装可爱，结果装着装着就不小心咬到脖子了，好痛！好痛啊！对啊，我觉得自己实在太像白痴了，再这样装下去，真的好累哦。我要希望不然听啊。我跟你说哦，今天啊回家的时候，阿俊送我回来，他就突然抓住我，然后就直接要朝我亲下去。
后来好姐是阿姨他们经过，阿俊就先走了。绕修骨大色胚。他就这样子啊，靠我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，我就好紧张哦，就觉得到底该不该闪啊？可是当一个淑女，好像不应该马上闪开。现在忘掉你是淑女这件事，是讲眼眼落的阴阴，你有想慢去走啊？懂点在打你拳哦！臭啊！打击啊！小倩，你记得吗？你头前曾经问我说，当一个淑女这样子开不开心？那两万干狗吼，种来吃卡吼，比较快乐。家长是爱演戏的音啊，任性又难搞。哎，谁说我难搞啊？哎，可是我呀，你还要难搞吗？你这样。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爱你。方宇，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爱你。不要说抱歉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我知道过去我太投入于工作而忽略你的感受，还一直任性的要你配合着我。以后我会尽量温柔体贴、善解人意。方宇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不要再把我衣服弄湿了。那有什么关系？我只想告诉你，你不需要为我做任何改变，而且你很重视工作，我就是喜欢这样的你。小倩，茵茵要跟我先去学校，你先走吧。哦。哎，你这么突然给听事情啊？我要跟小倩一起去。你怎么这样？我怎样啊？告诉你，这才是真正的我。再也不会配合你了，哼！哎，话还没说完呢，走什么走？走那么快？我要跟你分手！你讲的顶个意思的啦，你好帅哦！小咪，听因讲，茵茵甲几件一朋友分开啊呢？唉，来早就讲咧，其味道洗来边哦，唔要依旧的。到底啊，哎，这不是在网络上买个《熟女养成手册》的啦。后来聊天按都欠。嘘，我洗衫哦。用呀。孙老用呀。是足的，迄白淡的洗毛的真餐厅来呢。啊？贵唔系介意阿天哦？明白明白。迄阿甜迄边店的啊，迄建议迄个洗毛的名义落来派出所等。啊，伊看无阿甜有怪笑啊，
哎，看你安逸，还想啊，无爱去安慰啊，还你提讲啊，下一个男人会更好。讲了，你做变做加下一个男人哦。嘿嘿。哦，单身狗做人叫的哦，真是鬼强啊！我要完全不保能看到用个啥。那你以后都没买好东西啦，我那钱哈都不会给我。哎呀，你房间冇按火错的啦！哎呦，松开，拜托我，我帮你掉的。这边啦，哎呦，阿兰姨，用的嘛？事情看多按用哦，无人来无用的啦，都在骂事情看乱用。出家人虽然没乱没啦。好啦，你去坐等。你有素质啊，呐哈，你就这是看呢，那你我不要学白咩？你没都骂啥？哎呦，迄面房子啦。面房，你做的中亚妹呢？还做啊？看你面啦！阿兰姐呀，我冇按落好忙，啊好慢慢弄地噻。免比人较大声咩？我看你来发老凶啊！你头摆要肯定爱人来结束，你好罢了，唔记得了？哦，嘿啦，歹势啦。你唔讲两三看起来，要查得多要做个咩样的事情出来呢？哪有发生乜事情啊？哎对哦，哎呦，阿兰姨啊，不乱团的啦！你发公出去哦，我还中意无啊？哎，老有买人啦，我当什么中意呢？哎，我还中意好不好？我咩中意啦？还有啥意呢？无查，两啥都得骂啥咩骂啥，你就都跟骂啥，天天的讲清楚来。还有，做俺妈来自从的事情啦，俺自吼发现吼，俺自从包二奶啦。快点，跟那种的钱屁的都出去啊，关你妈事？跟我来放下去，听跑了啦。啊，好啦，那种事情哦，慢一点不见。哦，你知啊，我是讲生意呢，你自从还无良心哦，还有数哦，还不。好嘞，生意你去坐的。哦，珊珊。哎，像用来记吼，就无概念啦。细伢子的时节吼，就提人来记从啦，上市上业还没梦里成功，你还用你突生人吼，记吼所以包二奶啦。你不输哦，你这死男人，一个经验做梦呢？记后爱突生人吼，连吼我去偷只公都都这样开啦，记上真欠啦。啊？系阿 Q 吼，阿 Q 拉起，真好听的呢。哪面按你想？唔过我甲他出去那边看，一三年做无诶。一天到五点呐，谈夜公公，星空下拉琴啊。半夜睡不着觉，把心情拉成歌。你阿 Q 哦，很浪漫哦。错啊，阿 Q 好浪漫哦。半夜睡不着觉，把心情拉成歌。三更半夜，乜嘢喊一个爱恨啊？阿 Q 啊，水诶，啊，个水眼顺风谷困的，迄乜人啊？哈？可以哈。哦。上迄种假片传过来的。这。
顺便还都按好呢。无嘛该啦。文斌，呀胡琴哦，可以来动这片呢。哎呦，也唔系胡琴啊，也玩到吼马条琴。你系对哪边来的啊？哦，也系去年吼，我去蒙古啊参加嘅唱茶比赛嘅时间啊，我看到这片嘅人啊，全有在爱嘅马条琴呢，我知道伊生气啦，鼓手就老记着好一波诶，我也哈又会去比赛咧，又想到佢，鼓手咧我就请出来练家调诶，看哦会唔会有好运啊，本我嘅成绩啊比去年还拿好。啊，迄去年的叫咩啊？系七是几名？第5名。其实系745名。啊用糖迄落，我潮歌技咩唔咩懂难啊？也比赛哦，无按怪啦。好啦，娘呀，马蹄琴，真嘅系马蹄做的哦。不是马蹄，是马头琴。你看，也系唔系嘅马条啊？鼓手按到马头琴。哦。呀，真经唔系胡琴改嘅啊？容易，胡琴老唱茶又冇强用，总得乱改嘅。哦，我又唔是记，反正哦，爱到懂好糖。错啊，系喎，佢全线嘅用嘅哦，看起来懂想你呢。真嘅咯。真嘅。错啊，比很开，铁人3项，秀肌肉还要帅。哎呀，来大宋小乐冇看到啊，冇，佢听错话，动欣赏。容易，冇偏爱哦。好，我会好练家一下，下摆吼爱本小乐堂。那勇士出去比赛啊？哦，他怎样啊？很好哦，系啊。我去比赛又唔去了。对我哋嚟讲，做强用啊，懂好呢。系啊。小乐，走。你都不知道，他那个姐夫还在台湾的时候啊，他姐姐每天啊不是在公司帮忙，就是回家洗衣、煮饭、带小孩。到了家还帮他放洗澡水，把他伺候得服服帖帖的呢。结果他现在说嫌他黄脸婆啦，身材走样变胖了啦。那还不是因为他帮他生小孩才变这样？气什么？苏慧啊！说到那个二奶啊，他们可厉害嘞！哎呦，很少人斗得过他们呐！哎呀，他们怎么个厉害法？你没有看看人家，长得是年轻活泼又美丽呀，温柔又体贴呀，把每一个男人啊照顾得好好的。凡事都以男人的意见为意见，你就不知道。现在还有这样的女生吗？不由你不信，就是有。而且还要不哭不闹，不要名分，甚至不花钱还帮你省钱，连钱都不要啊！这样听起来蛮有吸引力的哦。好看，上钩了哈。接下来就是宰肥羊，还把你每一分钱都榨干。这么会耍手段哦！嘿你，阿兰子，同你啊，阿妹啊，迄讲迄南美人拄到一样对象啊，唔做得每笔想到。迄讲係喺南美嘅，我又冇結婚，我聽咗被下戲。錯，太錯太錯，錯，大錯特錯啊！人家說那個結了婚了更加的會心動哦。你看啊，
家庭有个对照组啊，每个月啊都给你讨薪水啦，垃圾叫你去倒啦，上厕所太久，然后就催你出来，人家耍这种手段，拿什么跟人比哦？对哦，遇到这样的要更有定力呢。对，就是定力。哼，哎，你们不晓得，想当年啊，我在大陆学中医的时候，我是花尽了多少力气呀，毫不留情面、不讲情分的，狠心的抗拒他们。虽然那个诱惑啊如雪片般的飞来，我还是定力十足，好得我全身而退。你们两个，你们不相信我的魅力啊？啊，不信哦？不是啊，你去大陆学中医这个已经吹牛过很多遍了啦。你不要不信哦。前几年呢，他还通知我去拿毕业证书哦。要不是我跑路啊，路跑，我早就把毕业证书拿回来了。哎呦，还是不信？阿兰姐，你还不信？阿元叔，你要是真的有学到什么哈，你现在应该以后要针灸啦。哈，这你就不懂啦，淑慧，你还要我解释啊？哦？哎，人家我可是有付学费的哎，人家的学校讲究的是银货两讫啊，只要你有缴钱，他就给你一张毕业证书，不会白收你的钱的。原来如此。哎，现在想想真后悔哦，缴了那么多钱，证书也没拿回来，好可惜哦。哎呦，买回来的证书有什么好可惜的啦？不能这样讲啊，好歹当张收据没，不然缴了那么多钱，什么都没拿到，空虚哦。莫空虚啦，来啦，吐出来啦，吐出来。阿姊，你吹头麦胖啊！你知我唔过去吼，你无都要摸的啦。嘛该，生人不偏哦，竟然就害人照顾啊！出卖，你要按度好呢？哎呦，女人的下吼还是吞唔下哦，吼唔去做得啦。计吼，我自家吃过去啊，看见用买去。皮塔，你还在奶奶你吗？嘿啊，来，这么一份看。哎，你做嘛干？这么一份看。哎呦，你做嘛干啊？我的身份证。哎呦，吓死人！咱都在拿。拿嘛来？无啦，唔当系你去太溜好冇？你太溜啊？系啊。员工旅游啊？但是我都今天哦。咩员工旅游啦？我喺做集团吼，应该自创嘅啦。你就可以做后啊？错，做后。做后团。哇，这身份太太咧。光子啊，自家去就好了哈。我以上去，跟演上去唔错啊。人讲吼，强龙不压地头蛇啦。其实这边长久的呢，都变钱的呢，但那都会倒贵啊。当然会贵趁演戏才好啊。不过我唔方便去啦。嘿，乜嘢唔方便啦？乜嘢唔方便啦？嘿，你老来做后吼，就吹财财太太，唔分明用来自从强用人啦。我背后东西呀！莫按讲来啦，对呀，自从这件事情吼，我要知道一天啊，我要一付出啊，我要一同情这条富人家，错冇？你做得去啊？冇法度啦！你冇法度，讲单言吼，就是6年给谁加油心啦！哎呦，阿爸吼冇闲啦，吼都是抢家，抢唔上哦，你就冇做啦。不过我还个来呢，哎呦，真为难呐！哎呦，我唔管啦，我请来想办法啦。你要让想办法？既然我让我请你哦。请人，有会挨？跟你冇去。冇去啊，挨唔错，挨那边做唔错事情呢。没贡献啊。没贡献呀，这是我的风格。好来子，唔该用迄个老公吹劲昂昂，唔买同情，吹仲衰啦。那一滴吼，你喺边都爱冒钱。遇到艰苦的人吼，你就走唔滴啊。做滴吼，唔爱用钱吼，你得到下
做下的时候，来做唔是老唔吼，咱暗夜吼去请先生啦。还有哦，做红牌等下落的时间吼，来做唔是老唔去请啦。还有吼，也好嘞，莫搁讲嘞，你疯嘞！哦，你啷亲人啊？可以给你拍个照吗？哦，谢谢。哇，文炳，你还要做几条演员啊？哎呦，无啦，我无是长得也矮显呢。我啷讲啊？我迄位看做得提升人家味嘅气质，陶冶大家嘅心情无啊？哎呦啊，我啷讲哦？根据个市场调查的结果啊，哦，看人都知道我对矮显嘅家哈想念哦。唔想老唔上瘾嘅素菜用得了味啊？哎呀，你同我讲嘅嘛个市场调查样有准无？我乱讲哦，野摆嘅调查吼，我有95%嘅心情一听出来。哇，95%哦，你好啊，你调查几多啥？有效样本系3撒。3撒？唔好讲死你好冇？你啊，系嘛个啊？哦，也玩到嘅马条琴，系蒙古人啊，玩到嘅摩伦呼尔。摩伦呼尔。啊，算了啦。蒙古哦，你有冇晓得种乐器啊？哦，就我去年啊去蒙古参加嘅上茶嘅比赛啊，我看到嘅马条琴吼，就知道一神奇哦，我就留给蔡经理啊学一下。哇，去蒙古哦？错。我乱讲哦，嘅国际性嘅比赛哦，我今年啊很想要去。不过吼，我惊吼去太了吼会罚1刀钱呢。去太了？我老讲哦，cái民防节啊，一拄好去太了，你用啥做啲夹针去哪去啊？民防节？哎呦，竟然要对个体育比赛有兴趣呢？佢兴趣做啲皮勇啊，错。啊，我也几年嘅努力啊，哇，看来係快發結果咧，大家好都好運通咧。哎呀，這個去咧，而家話嘅行場哦，睇做呢個巧啊，錯嘛？好，冇問題啦。啊，係啊，嘅民防節嘅春天啊，嗱機票啊，會先攀啊哦，我驚啊會來唔切咧。哎呀，冇問題啦，這種小事情哦，搞本來就好咧。哦呀。度蜜月和披肩足球，乖乖呢。未放棄啊！所以了1多年哦。哦，幾多啥
熊妹叫闪闪，还有文炳啊，小乐还有假爸爸。哦，安东尼呢？我要到蒙古参加单车比赛，全村的人都要到蒙古去帮我加油呢。小乐，看嘛，珍重再见。兩腿過去，萬餘年初兩沙三沙五沙，來去天馬。看到是你我的風景，以外冇少一道對面嘅生活意，總會講你一笑打招呼。生活意，總會講你一笑打招呼，對面嘅生活意。